從前有一個人，佢個名叫做 Jonah， 佢同佢朋友因為一啲嘅誤會，搞到大家都好唔開心。原本只係一啲好小嘅事，但係就搞到好複雜。其實佢心入邊好清楚，應該主動同佢溝通同和好，但係因為佢朋友冇按照佢意思去做，佢放唔低佢內心嗰種執着同憤怒，結果佢選擇逃避，唔去修補關係，亦都唔去解決彼此之間嘅問題。直到有一日，從第三者朋友得知，佢嘅朋友發生咗一件好嚴重嘅交通意外，喪失咗生命。佢難以接受，嗰一刻佢先至領悟到人生無常，生命真係好脆弱㗎。佢最難受嘅唔單止失去咗一位好朋友，佢仲帶住一份遺憾去失去，因為佢再冇機會向佢呢位朋友道歉。過咗幾年嘅時間，Jonah終於體會到唔好再將一啲重要嘅人去計較一啲唔重要嘅事，因為佢願意改變。佢唔單止同人嘅關係和好咗，佢喺佢朋友圈當中成為最受歡迎嘅朋友。喺呢個現今嘅世界，我哋有時都好似 Jonah 咁，面對一啲唔跟佢意思去做嘅人，佢就唔高興。明明知道人哋出發點為佢好，心入邊都知道自己係唔啱，但偏偏選擇逃避，唔去解決問題，亦都唔願意改變。就好似約拿咁，揾一個屬於自己嘅他施，縮埋入去，咁就唔需要面對。不如我哋一齊聽下當年耶和華點同約拿對話。約拿書4章9至11節，神對約拿說：你因這棵蓖麻發怒，合乎你嗎？他說：我發怒以至於死，都合乎你。耶和華說：這蓖麻不是你栽種，也不是你培養的，一夜發生，一夜剛死，你尚且愛惜，何況這尼尼微大城，其中不能分別左手右手的有12萬多人，並有許多牲畜，我豈能不愛惜呢？親愛嘅阿爸天父，感謝你藉着約拿嘅故事，讓我哋睇到自己嘅影子。我哋要誠實咁面對自己嘅軟弱。好多時候我哋都好似 Jonah 一樣，明知你要我哋去尼尼微，去學習面對問題，學習修補關係，但係我哋偏偏選擇轉身走去他施。好多時候我哋以為越走得遠就越安全，點知喺呢條冷淡同埋逃避嘅向西路嘅上邊，我哋反而揾唔返自己，連內心嗰份平安都唔見埋。親愛天父，多謝你用嗰棵蓖麻樹嚟提醒我哋，要識得珍惜生命。喺我哋眼入邊有一啲好細小、好唔重要嘅事，但原來喺你眼中，每一個生命都係咁寶貴、咁值得去愛惜。求你開我哋眼睛，唔好再執着喺一啲微不足道嘅對錯入邊，而係學識好似你咁去愛惜每一份你為我哋親自編織嘅關係。等我哋明白人生真係無常嘅，愛係唔可以等。主啊，我哋將我哋心入邊好重好難受嘅遺憾交託俾你。至於嗰啲冇辦法修補嘅關係，又或者已經離開咗嘅親友，求你用你帶住個雙釘痕嘅手，親自撫摸我哋嘅痛。求你唔好等我哋困喺後悔嘅入邊，反而將呢一份嘅遺憾變為動力，教我哋識得趁住仲有今日，好好去愛惜身邊嘅人。天父啊，帶領我哋唔好向西走去逃避，
等我哋識得轉身回頭，踏上嗰條向東行嘅和好之路。感謝天父聽我哋嘅禱告，以上嘅禱告奉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